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12月初六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2篇第1节到第7节、18节到19节。以赛亚书40章第1节到11节。约翰福音第1章19节到2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大声喊休。上帝的先知出现，通常是因为以色列人背离上帝的道路，去拜偶像，得罪上帝，所以呢，上帝就差遣伊的仆人先知来大声喊休，爱遮的选民通好准备爱悔改，归向上帝。不但安尼，上帝是满有慈爱怜悯的上帝。差遣伊的仆人先知发出的安慰的声，并且大声喊休，爱因悔改，回转来向上帝。以赛亚书40章第1节到11节安尼讲：恁的上帝讲着安慰我的子民，着鼓励耶路撒冷的子民，对因大声宣布：因做俘虏受的苦已经到业。因犯的罪已经得到赦免，因为着所犯的罪已经对上帝受双倍的刑罚。有声在话讲，着伫旷野为着上主准备道路，伫风暴为着咱的上帝开大路。逐个山谷着吞雨满，大山小山拢甲卸互平。悬低无平的地，就铺互平坦；坎坷的所在，互伊变做平地。迄时，上主的荣耀会出现，全人类拢会看见。上主亲嘴安尼宣布，有声在话讲着宣布。我问要宣布什么？着宣布所有的人拢亲像草。因的水亲像野地的花，上主吹来的风，一个扫过，草就干，花就谢。确实，人不过亲像草，草会干，花会谢。毋过，咱的上帝的话永远存在。报好消息的锡安着爬上悬山出力，大声发。报好消息的耶路撒冷着好胆。大声对犹大的众城讲：看咧，恁的上帝，至高的上主带权能而来啊！伊用权柄掌权，甲伊做伙有伊所讨棒的人，行伫伊头前的有伊解救的子民。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，要用手挖羊仔囝，甲因抱伫胸前。伊要带遐个互羊4年的羊母稳行。新约的先知洗礼约翰伫约旦河边大声喊休，爱以色列人悔改来向上帝，因为以色列人来离开上帝的道路已经非常久啊。旧约甲新约的中间，约略有400冬，无有先知的话语赏赐互世间人。因此，咱看见洗礼约翰大声来喊休，讲着爱悔改。伊并且说明，伊毋是基督。伊甚至引用以赛亚的话语来提到着旷野有人大声喊休，喊讲修得上帝的道路。来陪伴领受救恩。约翰福音第1章19节到28节记载着洗礼约翰的话。以下是约翰的见证：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当局派祭司甲利未人去问约翰的事，讲：你是什么人？伊无拒绝回答，公开声明：我毋是基督。因阁问伊：若安尼，你是伊利亚是无？约翰应讲：我毋是。因阁问：你是迄位先知是无？约翰应讲：毋是。
因就甲伊讲，安尼你是甚物人？请甲阮讲，互阮通回答派阮来的人。你讲你到底是甚物人？约翰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讲：我就是伫旷野伫化休的声，讲为着主修直道路。遐人是法利赛派找来的，因阁问约翰讲：你若毋是基督，毋是以利亚，嘛毋是迄位先知，你是安怎甲人行洗礼？约翰因讲：我用水甲人行洗礼，毋久有一位恁毋捌的，徛伫恁中间，伊伫我的后面得来，我连甲伊头的大道拢袂堪得。这个事伫约旦河东岸的伯大尼发生。约旦河就是约翰甲人行洗礼的所在。诗篇72篇第1节到第7节、18节到19节。上帝啊，求你将你公正的判断赐予王，求你将你的公义赐予王的囝，互伊会照公义审判你的子民，照公正判断属伫你困苦受压制的人。愿大山甲带来和平，互伊的百姓；愿小山互因享受繁荣。伊会替百姓中困苦的人伸冤，伊会解救善请人，会拍碎压迫的。愿因敬畏你日久月深，直到万世代。愿王亲像雨水落伫草挂了的园，亲像及时的雨水润泽土地。以节水的日子，义人会兴旺。甲月平久享受大和平，至高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只有伊行基伊的事，应该受称赞。愿伊荣耀的名永远受称赞，愿伊的荣耀充满全地。阿们，阿们。感谢主爱的父上帝，接见先知提醒阮。着爱悔改，着爱准备主的道路，互阮会通领受着救恩来归主。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